2008年嘅2月份，咁係我係一次翻去內地公幹期間，其實我又係年30晚嚟嘅，咁我就翻去食年夜飯。咁喺落嚟嘅途中，咁就發生咗個交通意外，咁就變咗就因為我一次交通意外咧，咁就我又變咗一個即係正常 able 嘅人咧，咁就做咗一個截肢嘅手術，咁就變咗傷殘人士啦咁樣。其實未有意外之前都打咗羽毛球超過10年時間㗎啦，係啊，所以其實喺嗰陣時都已經知道有傷健羽毛球呢回事，但係當然唔係好深入嘅認知啦，但係都知道少少嘅咁樣。咁所以到我一出事嘅時候，我哋其中一位教練余教練佢哋都有嚟醫院探我咁啊。就話俾我聽有傷健羽毛球呢一樣嘢嘅喎，咁我就當時就已經有咗個印象啊，等我第時如果真係完成晒我復康啦，咁知道自己個傷殘程度去到邊啦，咁或者就可以試下呢一項運動啦咁樣。我覺得如果要作為一個傷健運動員嘅話，有2大要素係好具備嘅，一就係紀律，要好服從紀律嘅，因為我哋特別係羽毛球係一個好持久性訓練嘅一個項目，你經常要同你嘅教練配合啊，經常要作一啲好機械性嘅訓練啊，所以變咗你喺團隊裏邊個紀律性、服從性都係要好足嘅。第二，我覺得就係對呢一樣嘢嘅嗰個心啊，即係你有幾熱愛羽毛球呢樣嘢咧？因為其實喺香港做一個傷健運動員係一啲都唔容易嘅。咁如果你冇嗰顆熱心或者你熱愛羽毛球嗰個信念喺度嘅話，你其實都好難。你遇到困難你就好易放棄咯。但係調翻轉，如果你好熱愛呢一樣嘢，你遇到困難你會去揾人幫助嘅，其實就會容易啲可以到呢個條件會容易啲令到你成功啦。其實放棄就對我嚟講就比較少嘅，因為講多少就係因為喺我企翻起身嘅過程，即係喺我由跌倒啦，咁我企翻起身嘅過程，羽毛球帶俾我好大嘅信念嘅，因為佢係可以話除咗家人之外，第二個最大嘅力量，令到我重拾自信嘅，係佢令到我做到香港史上第一個輪椅羽毛球手，香港冠軍又代表香港出去比賽，咁呢啲係一點一點令到我企翻起身，所以佢一路堅持我企翻起身，所以我亦都唔會話會放棄佢。咁但係就正如頭先所講，我係香港第一個輪椅羽毛球手，變咗好多嘢都係自己同教練團隊要摸索出嚟。咁啊變咗當時會有好多唔識啊，或者喺訓練上邊遇到好多唔順利啊、唔順，我啲都係會令到要花咗好多時間去先至可以 overcome 嗰一樣嘢咯。過去呢一年都我哋羽毛球隊做得好好啦。咁我過去呢一年參加咗5個世界嘅國際賽事，咁啊攞咗11個獎項。咁呢一年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年。咁啱啱喺舊年羽毛球成功入咗2020年嘅東京奧運，因為以前咧 disable 嘅羽毛球就從來唔係殘奧嘅項目嚟嘅。咁即係話2020年佢係第一次入咗去奧運啦咁樣。咁當然最直接、最現實嘅目標就係我希望可以4年幾5年後嗰個殘奧我可以代表香港出戰奧運，起碼人生要一次。但係喺我嘅自己個 schedule 裏邊，我希望我個 lifetime 可以參加到2次奧運會嘅。咁當然首要條件就入咗去先啦。至於話奧運會會唔會有機會攞獎牌或者咩，我諗嗰個就係再後一步嘅目標啦。我諗首先要鼓勵嘅就係無論係年青人啦，定還是係傷殘人士都好啦，因為而家即係我哋有句好老土説話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其實正如我哋傷殘人士都係，我哋可能出街每行一步或者每推一下輪椅，啲人都會望住我哋，可能會好奇怪。咁其實我哋都會遇到人生上面都會遇到比人哋多嘅困難同埋不如意。但係即係其實只要你抱住一個堅毅嘅心，你做好自己嘅本分，你梗會喺某一個位置或者某一樣嘢上面發光發熱嘅。正如我打羽毛球咁樣，你會揾到一樣嘢令到人哋會令到你係發光發熱嘅地方，咁從而你可以有自己嘅信心。我亦希望無論係傷殘人士好，或者係而家嘅年輕人都好，可以堅定自己嘅信念。如果真係認定咗我一樣嘢嘅，佢努力做落去，咁始終會有人欣賞你。而另一方面，站在傷殘人士嗰度，我梗係希望多啲傷健人士可以參加運動啦。因為除咗對佢嘅心靈有幫助、建立信心之外，其實佢真係會喺醫學上有解釋唔到，令到佢身體健康嘅一個作用喺度。咁當然希望
多啲人可以玩運動啦。如果佢係中意羽毛球嘅，更加如果可以參加我哋傷健羽毛球就更加好啦。